今日係大年初一，唐氏新聞台同 UU5631 Studio 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喺今日，各間交通工具營辦商都有唔同嘅搞作。城巴 798P 線加強服務，新大嶼山巴士派出馬年主題巴士行走 1R， 而九巴開設特別路線 63R， 來往大埔墟站以及林村許願樹。港鐵將部分閘機限時更換拍卡聲效，畫面中見到嘅大圍站拍卡聲效被改為。港鐵多個車站已增加賀年裝飾，包括與賀年車票設計相呼應嘅紫藝駿馬打卡位。有較多乘客會喺新春期間前往大圍、尖沙咀、銅鑼灣及馬場站，然後到附近參與大型活動。呢啲車站部分閘機換上賀年新裝，乘客拍卡出入閘時，會聽到由本地音樂組合農夫講出嘅賀年祝福。城巴喺年初一至年初六2月17日至22日增強將軍澳往返沙田大圍嘅服務，路線 798P 升級為全日拜年專線，大幅延長服務時間至全日服務。城巴喺年初一派出馬年主題巴士51345行走 798P， 吸引唔少巴士迷拍攝。九巴就開辦特別路線 63R， 接載乘客由大埔墟站前往林村許願樹。九巴亦派出馬年主題巴士行走 63R， 吸引唔少巴士迷拍攝行車紀錄片。小朋友都中意而新大嶼山巴士派出馬年主題巴士行走 1R 線特別加班車，吸引極大量巴士迷衝出馬路拍攝，有超過50人喺麗閣村附近拍攝巴士轉彎，有附近居民報警，有警員到場了解情況，案件被列作雜項處理。